欢迎观众朋友，过去摆到广告之后，继续收听暗夜新闻。而係時間來到7:34。國內其他焦點，我們先看到係交通部過去1年內針對莫拉克風災之後，本大塊體的路還有橋進行維修。其中從甲線大橋到台18線的阿里山公路，都已經接近全線通車的狀態。預計到2年底，會有將近100的橋都會整好。未來交通部觀光局涵蓋天數再後重建期，從林邊阿里山那條做企業觀光發展，希望透過呢條方式來重建再起產業。去年莫拉克風災，高雄甲線片橋本態區大劈，甲線鄉一下那是變作孤島。過去1年，新甲線大橋落成咧，禮拜用貼近橋橋嘅設計，外本橋身更較矮，按算嚟嘅年26全面通車。風災了後，全台的關40座嘅路橋換橋，仍然得萬會有20座主要套中南部地區嘅橋或整好。風災季節所以來咧，交通部未改變封橋封路嘅標準，所以後把水條落雨量都更改標準，所以封橋。現在目前的話，施雨量大概30到50這中間，它不同的流域。那如果到封橋的時候，我們會如果說雨持續不斷的下，那我們會跟地方保持聯繫，那請他告訴他們，我們預定要封橋的時機。8八風災所以19年，當初西起公路慢慢嘅重建好，用阿里山做例，本來用高嘅台18線，換算2年25實際開放太客車來行。唔過對37公里、59公里同當初在前天然衝嘅72公里嘅路段，可能還係會有石頭山東來，公路中橋會做管制。這個危險的路段是已經改善完成了嘛？哈，那現在就是說有一些比較容易落水的地方，要派人在那邊看管了，派人在那邊看管。有沒有總量管制？那總量管制是沒有了，總量管制沒有，只是說早上到7點管制，哇，夜間比較危險的。除了在起橋同路嘅重建，交通部觀光局嘛會對長溪阿里山三天門林邊那條8八風災重建區，同國縣市政府合作發展當地嘅特色產業，規劃出6條觀光行程，希望透過觀光發展，天數再起重建。客家新聞有專輯廖啟生台北報道。